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二筆6月專輯，第一篇倍速人生，數碼時代中嘅時間焦慮，第二篇生命的最後旅程，第三篇偉大的人類通諭概覽，第四篇無聲的殺手，上主的守護。倍速人生，數碼時代中嘅時間焦慮。現代數碼生活與人工智能加劇咗我哋對感知時間嘅擠壓。在資訊爆炸與多重工作壓力底下，我哋習慣以倍速觀看內容，企圖壓縮時間以獲取更多嘅知識同埋技能。急速嘅節奏使人陷入焦慮，患上錯失恐懼，與他人同埋自我嘅內心逐漸疏離。過量嘅資訊亦帶來認知嘅負荷，使人難以深度思考。生命嘅價值不在於速度嘅多寡，而係在於喺有限時間裏邊培養內在嘅智慧，學會正確嘅看待時間與生命。生命嘅最後旅程，醫療科技嘅進步與人口老化等，使到晚期嘅照顧議題日益漸受到關注。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賦予病人自主選擇權，但單靠法律不足以紓解照顧者嘅壓力與服務資訊不足嘅問題。建立生死素養有助提升社群對臨終照顧嘅理解同埋實踐，促進互助網絡與理性醫療嘅決策。教會強調以愛同埋陪伴回應病者嘅需要，結合信仰同埋教育，讓臨終者在尊嚴、關懷與希望中走完人生最後嘅一程。偉大的人類通諭概覽。人類嘅偉大從來不在於技術同埋權威，而在於內心嘅自由、愛與恩寵。守護人性是全人類共同嘅責任。教宗良14世於今年5月發表偉大的人類通諭，係天主教會面對數位革命所做出嘅歷史性嘅回應，旨在於喺人工智能嘅時代捍衛人性嘅尊嚴。文章整理了通諭各章嘅重點，幫助讀者掌握這份通諭嘅思想。無聲的殺手，上主的守護。氣候變化加劇，令酷熱天氣成為無聲嘅殺手。工作暑熱警告滯後與非人性化嘅管理方式，使前線嘅工友與基層承受不公嘅處境。炎熱嘅天氣揭示社會貧富嘅差距，弱勢難以避暑。借鑒外地嘅經驗，社區可以建立清涼嘅空間與支援嘅網絡。堂區與社群可發揮互助嘅精神，開放空間，關顧弱勢，提供降溫嘅措施與支援，實踐對基層嘅守護同埋關愛。6月2筆嘅詳細內容，請到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網站2筆專欄瀏覽。